Hello，大家好，我係 Steven Lee，歡迎大家翻嚟 Industrial Insight with Steven Lee。上一集我哋傾咗咩係 ESG， 今日我哋嚟傾下另一個企業都經常聽到嘅一個字 Industrial 4.0。到底咩係 Industrial 4.0？ 點解越來越多企業去開始重視佢？咁樣佢同工廠本身又有啲咩關係？今日我要用最簡單嘅方法嚟帶大家了解下咩係 Industrial 4.0。Industrial 4.0 亦稱為第四次工業革命。簡單嚟講，就係利用科技將工廠變得更加智能、更加自動化、更加有效率。佢並不是單純嘅買一個機械人翻嚟嘅啫。咁樣佢係通過各種科技將整個工廠連起上嚟，例如 AI 啦、IoT 即係物聯網、機械人、自動化啦、大數據、雲端系統。目的只有一個，就係幫助企業提升競爭力。如果以馬來西亞製造業嘅發展嚟睇，分成4個階段。第一個階段大概60年代，當時嘅工廠主要都係依靠大量嘅人力生產，自動化嘅程度唔高。第二階段大概80年代，電氣化及大量生產時代，越來越多國際企業嚟到馬來西亞投資 set up 佢哋嘅廠。工廠開始採用自動化生產線，生產規模不斷擴大。第三階段大概2000年左右，電腦自動化時代，越來越多工廠開始使用電腦同自動化設備，生產效率大幅提升，企業都能夠有效率的管理生產。第四階段即係話而家啦 ，Industrial 4.0 智能製造時代 ，AI、IoT、機械人、大數據同雲端系統開始互相連接。工廠越來越智能，生產效率越來越高。舉個簡單例子啦，以前如果部門宣壞咗嚟講嘅話，要等員工發現再通知 technician， 可能部門宣已經停咗幾個鐘，影響咗成條生產線。但去到 Industrial 4.0就唔同啦，部門宣通過 sensor 可以即刻 detect 自己嘅運作，一旦發現問題，系統要提早通知 technician。咁樣可以減少停工嘅時間，同埋提高生產效率。再講個例子，咁樣以前老細每日要等 report， 等到份 report 出嚟嘅時候，見到嘅數據可能係尋日嘅，甚至乎係幾日前嘅。不過 Industrial 4.0就唔同啦，老細可以直接通過電腦，甚至乎手機 live time 睇到今日生產咗幾多，機械運作率有幾高，用咗幾多電，同埋邊條生產線效率最高。全部都可以即時掌握。而家企業面對好多挑戰，例如人工越來越貴啦，人越來越難請，客仔嘅要求都越來越高，競爭越來越激烈。如果一個企業一直依賴傳統嘅方法嚟生產嚟講嘅話，未來競爭力就會越來越差。Industrial 4.0 就係幫助一個企業提高生產效率，降低 operating cost， 減少 human mistake。提升productivity同埋增加企業競爭力。好多人認為 Industrial 4.0 就係買個機械人翻嚟就算係㗎啦，其實唔止㗎。廠本身佢都需要符合幾樣嘢，例如有唔有更穩定嘅 power supply， 有唔有更完善嘅 internet infrastructure， 有唔有更高嘅 forwarding， 更大嘅生產空間，更完善嘅 logistic 規劃，同埋佢係咪一個 smart industrial park。呢啲條件都要影響企業未來升級到係 Industrial 4.0 嘅能力，所以越來越多企業都開始選擇規劃更完善、更現代嘅 Industrial Park。Industrial 4.0 佢唔係未來啊，佢係已經開始發生緊咗㗎啦。未來幾年越來越多 manufacturer 要朝住呢個方向去發展，無論你係廠主、manufacturer、investor 定係準備擴充廠，了解 Industrial 4.0 能夠幫助你未來做好準備。下一集我要同大家分享咩係 Smart Industrial Park， 點解越來越多企業要開始重視佢。如果你對廠 Industrial Property、ESG 或者 Industrial 4.0 有興趣嚟講嘅話，記得 like and subscribe 同埋留言你嘅分享。我係 Steven Lee，我哋下一集見。